对于今年开始新入来的公教人员，袂阁再参与到公教体育基金，这代表讲袂阁有新的人员提拨金额绩效。全国教师总工会就伫咧烦恼讲，根据政府的计算，需要逐年拨补500多亿，这基金才袂破产。行政院顶个月召开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，初步拨补的金额才开始100亿尔，可能当无几年，阁要进行大规模的年改咯。伫大一头卡到团体工会到行政院大门口进前，因为退伍薪资上路，今年7月开始，公教人员无去参加原来公教退伍基金，未阁有提拨金额。虽然退伍修正条例规范政府爱依照精算结果拨补基金，毋过主计总处初估每年拨补金额只有50到100亿之间，无够精算金额1/5。有小洞不补的时候，等到20年。即使他说公跟教加起来是100亿，那每年短缺2/3，就是差了200多亿。应该完成，我们要求，我们以教育受雇者的角度，我们用教师组织的角度，要求政府要落实相关的承诺的时候，政府的态度总是暧昧不明的。张教总指出，根据政府公开资讯，退伍基金第8摆市场报告，若要达到基金未破产，公教人员加教人员每年分别需要拨补285亿加236亿。即摆政府所表态，可能只拨100亿，退伍基金面临无新人提拨缺口，甲原来了解压力，都可能会提前破产。开始拨补的部分。公务人员跟教育人员才不到100亿，将近100亿左右。对比新缺口10年要拨补要300多亿，跟整个基金要完全永续500多亿，差太多了吧？手带回去会怎么样处理吗？面对教师团体联合来တင်情，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今日受တင်情书无正面回应。传出部进前捌表态，推动公务人员现金改革，上豆豆进行方式，目前已经确定为113年度开始，政府会开始拨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